新疆和田市最近几天发生的流血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共当局透过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并否认向示威者开枪。但世维大会和西方媒体的报道却是另外一个版本。请看专家的分析。7月18号，新疆和田市发生警民流血冲突事件。截至19号晚，当局仍未公布确实的死亡数字。新疆新闻办主任侯汉民表示，美联社等西方媒体指警方向维族示威者开枪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还说，这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以公安派出所为目标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世维大会秘书长多利坤表示，这些维吾尔人是到和田市政府请愿，并要求了解当局之前进行的突击检查和抓捕的原因及进展。Since 2 weeks, local police, Hotan police, Chinese police has searched a lot of Uyghur family and arrest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young people. A lot of family member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friends got very angry and just gathered yesterday near the police stations and one of the big bazaar and just they want to ask the government why the arrested people should be released the people who were arrested, but the police informed that people gathering this Nurbakh bazaar and just attacked to the people.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告诉新唐人，事件中武警打死了20名维吾尔人，伤12人，重伤3人，其中受伤的有4名妇女和1名11岁的儿童。到昨天夜里为止，已经有70人被逮捕，而这种镇压和封锁正在进行。权力运动负责人胡军表示，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古发生的警民冲突事件，中共一贯以栽赃的方式扣老百姓的罪名，任意屠杀。一次次故意重演，把平民百姓戴上暴徒的帽子，就可以任意去屠杀他们。对于百姓的一些夙愿，就可以定上一个这个受这个势力的指使啊，那个势力的指使呀，这个山内颠覆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帽子都会扣到老百姓头上。胡军强调，中共政府也总是采取激发民族矛盾的方式来转移问题的焦点。如果说是汉族和维族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广东增城发生的事情，他会说是广东人和四川人的问题，他总是采取这种方式来掩盖他们的邪恶。据了解，事发后，和田的各个街道设立了举报站，并且到处设立关卡，让民众举报可疑人士。进出和田地区的所有地方都进行了封锁，实行区域戒严。压的名声太大了，给中国百姓造成的苦难也太深重了。已经到了老百姓是忍无可忍了，因为老百姓知道中共的残忍手段是屠杀，对于中共来说是不会手软的。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毫不留情的进行屠杀的。因为我们经历的不是1次2次。迪里夏提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镇压，并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此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新唐人记者周玉林、唐瑞、孙宁采访报道。